谢宝瑞来看台南的消息。台南市的殡葬所这个火化场和议员林彦竹讲啊，这个殡葬管理所的人员趁乌心钱，将民众先人火化了后，卖样的稀有的合金，像讲金喙齿啦，就讲这个人工的棺材等等，拢摕去卖，干那半年就回收2900多公斤，卖偌济有200多万，佫干那互人私吞去。目前廉政署已经开始调查。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装假牙？台南市议员即阵问市长黄伟泰敢有斗割喙齿，这毋是伫咧探听文书，是和市情有关系。台南这件你知唔知啦？这件我唔知。我了解的是，柳银跟新银确实被变卖，也被私吞了。关内议员接到电情，殡葬局甲先人送到新营和女营火葬场火化，先人体内有斗正价值合金，亲像金喙齿、人工关节，才烧袂掉的合金，敢若叫殡葬管理所的人摕去回收卖掉，搁带入去家己的垃圾内底。南区火葬场是就环保局当作粪扫烧掉，对先人不敬。主动评估应该是安尼啦，是安尼较有理啊。如果没有被告知，我们不知道。林彦竹讲，去年新北市北湖心火葬偷摕火化过金喙齿备案，廉政署为2023年年底南北二路调查透透，新北到新营和柳营火化场嘛发生回收的事件，真正是做喊过。所谓正风，我觉得你们真的很离谱。从去年11月份到4月底就有2900多公斤。如果按照台北，我们有230几万的收入是库。这个钱很重要，但您刚刚提到对先人的尊重更重要。毕竟先人留落来物件，对家属来讲是无价宝。殡葬管理所的人私底下摕去卖，过半年抽200多万，就是无讲就无人知，终归尾嘛是龟壳扫出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